对药袋倒出黄色药包，拍开来是一句一句妄加解释的经典台词，亲像是《灌篮高手》《鬼灭之刃》等等。台南市教育局学生辅导咨询中心以在地永保安康为概念，希望用话和学生正向温暖的支持，把一些鼓励的小语就让孩子带在身上。那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同伴需要鼓励的时候，就是抽一包出来看看，这个心情上的小语。那这就是我们辅智中心的心理师、社工师，他们就他们过往的辅导专业经验，那转化成能够让孩子更贴近孩子的一个方式。甲教条式宣导相比，结合网架和药袋发想，至少吸引学生有动手摕起来耍的兴趣。根据着教育局统计，这2档关怀个案平均大约有300-400件，近日秋冬也有明显增加的趋势。那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谐音梗的幽默，来帮学校的老师、帮孩子，来解忧，让他们能够用更积极正向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境。那也祈祷我们每个学校、每个孩子，他的校园生活都能够平安健康成长，这是每个家长的期待。永保安康药袋将提供全市每一间学校的辅导室，哪怕是一句话，拢会当予学生带来新鲜的力量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